有芭比娃娃，一直到今天，小女生几乎都想要拥有一个芭比娃娃。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其实就在我们的北台湾泰山，这里是芭比的第二故乡。客家籍的古翠娥和她的妈妈都经历过客家妇女勤俭持家，必须要这样子做代工来补贴家用的年代。而今物换星移，芭比的工厂到了对岸，其实这群婆婆妈妈就另起炉灶了，她们创造美凝娃娃，穿上了客家蓝衫。今天感动时刻，我们就要告诉您泰山娃娃乡的故事。乌溜溜的秀发在发带缠绕间变换，各式各样的服装搭配时代场景，各有韵味。她的名字叫美凝，来自北台湾的泰山。而泰山和娃娃乡画上等号，一切缘起于1967年。行销全球的芭比娃娃生产线在泰山落脚。在20年里面其实泰山有商经营的就业是来自于马特尔公司的美凝外销厂我记得那时候妈妈也是里面的女工。我们以前想说干妈店杂货店里面，他们是因为上班了就开店。休息了就休息。尽管漂亮的芭比大家会做却买不起，但婆婆妈妈还是爱芭比，因为家庭代工可以撑起一大家子。勤俭的客家子弟古翠娥回忆代工是她和妈妈2代的记忆。那时候我记得最多我一定能够领到，我就做了一箱是做了3箱，一箱是120块，等于一天有时候最多赚到300多块。我记得那时候老公的薪水1个月都还不达到17000-8000块而已。只是代工环境改变，考量成本，工厂转移到对岸的1987年，泰山20年的繁华也戛然而止。婆婆妈妈又站上第一线，只是这回要撑起的是泰山的振兴。同样的细致手工，同样的一针一线，芭比摇身成美凝娃娃，也是客家籍的张德珍用心做，就加入客家蓝衫这最熟悉的元素。客家人做个包鞋，国语呢说客家朋友他们穿的是包鞋衫裤有较长的位，裤脚有较长的位。衣服呢衣摆呢比较宽松比较长，裤摆也比较长。为了装饰，它有4条把它装饰起来。包头有包头，这是我们客家的妇女朋友在农忙闲余，因为有小 baby， 所以他们会在家里绣补衣服、缝制衣服，然后他们也会帮忙就育婴。无论是直朴的蓝衫，或是飘逸的蓝染，都让美凝娃娃脱俗出众。期盼美凝能走上世界舞台，带着客家人不服输的拼劲，让昔日娃娃乡的流金岁月和泰山再度连结。做芭比，客家代工补贴家用，创美凝，设计娃衣，重振泰山。一针一线，刻进妈妈的不认输，赋予娃娃一切美好，也幻化一段感动时刻。